这场岁末送暖活动是由中华草运文化协会、三义堂爱心协会以及草帮三义堂共同举办。伫每当农历12月25，拢会发送生活物资，关怀咱市17个行政区一贯家受理户，总共800多人。活动到现在已经连续举办12档，热心慷慨付出，嘛带动真侪人做伙加入关怀行列。就连市长王伟哲、社会局长陈英基、中西区长汪庆龙以及议员林美燕，也拢来到现场赞声。草帮三义堂能够发挥社会的爱心及集合众人的力量，能够对于社会上需要帮助的弱势团体，能够伸出援手，让他们能够快乐的度个好年。因为其实坦白讲，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人的行动啦，或者说经济都会受到冲击跟影响。但是很谢谢草帮三义堂能够发挥这个爱心在这个时候关键的时候会想到社会弱势的人，而且动员我们所有的会员、所有的好朋友，还有社会的资源，一起齐心协力来购置物资，来帮助他们帮助社会弱势人，我们深深的感谢。主办单位表示，活动会当顺利举办，嘛要感谢真侪单位的爱心赞助，让这个有意义的活动会当持续办理落去。三义堂每年都会在年底的时候做寒冬送暖这个活动，那会结合几个那个单位5个单位来做协助。那每年一次，我们会联合跟社会局跟那个里长有在这附近或者台南市有需要我们协助的一些的中低收入或是比较急难救助的部分，我们都会来做。三义堂会很诚意或是很热心的来做，每年来做协助办这个活动。岁末布施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12年，那每年的爱心大德越来越多，那也呼吁社会各界能踊跃参与这个活动。那这次很特别感谢正光牙医、日喜太阳人以及象牙狮子会、成功狮子会、中正狮子会他们的大力帮忙。参与赞助单位包含日喜太阳林公司、正光牙医金社、新光狮子会、向阳狮子会、中正狮子会、好品水产公司、中信帮屋快乐一家人、安平完结水产餐厅、清境农场一墨民宿、中国鸿门巨婴山等单位的共同爱心。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